主啊，2025年12月22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转来起初会听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约翰一书》第2章18、19、29节。细囝，这是将捌的时，你就听到基督的敌对者伫要来。现在已经有真侪基督的敌对者出现。对安尼，咱知这是将捌的时。因离开咱，因为因毋是咱的人。因若是咱的人，会继续甲咱做伙。毋过因离开，表示因拢毋是咱的人。恁已经有领受圣神，恁拢知。我写批互恁，毋是因为恁毋捌真理，是因为恁捌真理，搁在一切的附假，毋是对真理来。什么人是白贼的？一定是拒绝耶稣是基督迄个人。拒绝爸甲囝的，就是基督的敌对者。拒绝囝的，无接纳爸；宣认囝，就是接纳爸。着坚守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恁若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，就会继续活伫囝甲爸的内面。这就是基督互咱的应允，是永远的活命。我写这个互恁，是关系想要迷惑恁的人的事。对恁来讲，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踮伫恁内面，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示，因为这位圣神要教示恁逐项代志，伊教示是真的，毋是假的。安尼，着照圣神教示恁的，踮伫基督内面。当少年人着踮伫基督内面，安尼伫伊显现的时，咱伫伊面前才会好胆，袂因为伊的来临感觉见笑。恁若知伊是公义，应该知实行公义的人才是上帝的囝儿。转来起初会听。面对教会的纷争，往往互信徒失望，有的甚至伫信仰上跋倒。有时阵纷争扩大，导致一寡兄弟愤而离开教会，为检采连转找到定心为心的信仰群体，为选择甲教会保持距离，甚至远离信仰。伫教会历史上，纷争其实从来无消失过。就算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记载，圣神降临节以后，信徒过着理想的团契生活，但是无偌久，各种问题甲纷争就浮现出来。因为安尼，咱必须面对安尼的现实。教会是追求理想的信仰生活的所在，却毋是已经实现这个理想的地方。约翰一书第2章18、19、25节，将当当时教会的情况清楚呈现出来。作者讲到有基督的敌对者来到，一开始看的时好像是在预言世界将捌的时要来啊。实际上却是讲到因中间已经出现这种人。这人原本来到教会，后来却离开，这表示当当时的信仰群体出现严重的分裂。作者指称遐人是拒绝耶稣是基督迄个人，基督的敌对者。咱虽然无从得知因的具体主张，但是应该通推测因对耶稣的理解和教会无共。若是因安怎否认耶稣是基督，咱就无法度确定咯。按照作者的讲法，
遐个留落来的信徒是认捌真理，佮坚守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。约翰一书所强调的真理以及坚守信息，拢和彼此相听有关，也甲耶稣所传达的真理有关。面对传统时教会的分裂，作者鼓励留落来的兄弟姊妹，爱伫听的内面继续过信仰群体的生活。这也暗示，迄造成教会分裂的人，毋是留落来的人，是离开的人。作者讲，因拒绝圣父，也拒绝圣子，暗示因否定上帝和耶稣之间听的关系，因为安尼选择无要踮信仰群体中继续过着彼此相听的团契生活。教会内部若失去纷争，无论倒一方，彼此其实拢活踮痛苦中间，因为必须付出无搁再彼此相听的代价。特别是若因为安尼导致教会分裂，迄搁较是互人感觉规个心袂输受疼你，因为安尼咱袂当责怪作者用较严厉的话描述遐个离开信仰群体的人，因为只有安尼表达，才会当互人体会到教会分裂的痛苦。面对教会纷争也是分裂，拢毋是咱所乐见，却提醒咱必须回到最初信仰的本质听。就算咱踮信仰群体受伤，也要记得转来到实践听的信仰群体中，互上帝听修复咱的心灵。默想，到一旦拄着纷争也是冲突，总是陷入啥对啥毋对的争论，互人失去基督信仰的本质听。因为安尼，无论安怎，就算受伤，拢爱转来到听的内面，互上帝听修复彼此受伤的心灵。到一旦拄着纷争也是冲突，总是陷入啥对啥毋对的争论，互人失去基督信仰的本质听。因为安尼，无论安怎，就算受伤，也爱转来到听的内面，互上帝听修复彼此受伤的心灵。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我毋愿看到教会冲突，若是拄着安尼的代志的时，求你互我不致失去信心，愿用你的听来修复关系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新心灵，拢永行平安。